观众朋友平安，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来到别个所在哦，所以等下吼网络无啥好，可能会断去，无看到我不要紧，你继续听老师讲话。今仔日吼，迄个搁要讲迄个什物产物对无？所以我就当下看讲，奇怪，以前吼，我会记得伫迄足久差不多5、6冬前哦，就有人讲吼，2020年会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吼，结果咱想无发生对无吼？来，我今仔过去看讲，迄网络顶悬嘛有讲迄啥物印度神童。伊讲诶，什物话吼，诚准即类诶，老师有听过吗？我有听过，最近伫即个电视也是一寡网络行有听起即个消息。是因为伊看到迄个什物月亮雪月，还是看到什物货天然诶景象，就讲什物预言是安尼吗？应该是。你感觉讲迄个预言吼，即个产物吼，伫咱诶生活中间，什物物件会去讲到即个物件？什物物件，就是人无确定诶事啊，足想要知影讲未来会发生什物代志啊，所以迄电影什物回到未来，毋是足流行诶嘛？咱逐当拢看袂煞迄种，做袂煞。演迄个什物到未来诶代志安尼吼，未来诶代志。一般吼，人对毋知影诶未来，拢会一寡惊吓甲无确定性，拢会想讲，我会敢会当用啥物方式来知影我未来我会发生啥代志，还是即我诶周围内面我会发生啥代志，我爱来提早做准备。所以吼，你看啥物物件是自然现象，啥物物件是咱所毋知诶？你想咧？什物是自然现象啊？就是迄个一冬365天，来拢有月亮有阴晴圆缺，安尼是自然嘛？对吼，迄个咱常常想讲吼，即摆是种秋天嘛吼，伊伫台湾来讲是秋天，秋天过了变冬天，所以明年诶即阵嘛是依然是秋天，所以种物件吼是自然现象，所以我讲我过365天以后依然是秋天，这等于是即个咱讲诶产物啊吼，有可能会讲我迄阵我会记，咱即摆是公元2021年啦吼，迄阵我就有听过讲，2000年是世界诶末了，世界有可能会毁灭。结果呢，即摆已经过21年啊，过啊吼，地球依然好好哦，依然好好。所以我伫我诶思想内面咧想吼，讲一件代志有可能是未来会发生，但是我讲诶代志有可能是一半对，一半毋对，所以有一半诶机会，对吧？如果都甲我讲着，想到我咱细汉经诶算人格啊吼，有一边是无共款诶面嘛吼，肯去了吼，有一半是对诶，嘛有可能会多叫我约着一半，所以我所讲诶这个代志有可能，我所毋知有可能是一半对，一半毋对，对吧？对，比如讲进前诶什物气象报告吼，我会记拢讲明仔载落雨，结果无落对无？明仔载有风台，结果风台无来吼，放假来去上班诶时风台来啊，对无吼？真是安尼。伫台湾嘛，常有种现象吼，即几天吼，台湾连续假期嘛吼，有讲今仔风台会来，今仔风台无来。果然是安尼，好算诶吼。所以人做想要知影未来诶代志吼。安尼咱今仔要来看，恁观众朋友，恁有听过啥物产物吗？会当写互阮知影。这有讲着吼，伫咱诶记忆诶中间吼，咱捌听过啥物产物吼？是预言嘛吼。讲即个产物诶根据是啥物？是。根据是啥物件吼？我头有讲过嘛吼，有可能是我想一件代志来讲，所以我讲诶物件有可能一半是对，一半是毋对，所以这是无根据诶。吼。话讲我今仔看到
迄个起风啊，东边吼，迄个天乌啊，等下有可能就会落雨。多些有根据嘛，根据啊，有可能会落雨，但是有可能嘛袂落雨吼，因为风一吹，云都吹无去啊，雨都无来吼。所以咱伫圣经内面常常会讲到一寡即个参悟，但是参悟啥物是对的，啥物叫毋对的吼？有人会讲参悟伊的价值是因为伊有实现，所以即个参悟是有价值的。是，对还是毋对？有价值还是无价值？会趁钱还是袂趁钱？比如讲明仔载啥物会起股票对无？即个参悟较有价值安尼对无？所以人做爱看即种诶，明仔载爱买倒一支。买倒一股票，爱趁钱。对，这是大家上爱参悟吼。来，这是圣经诶哦，圣经内面诶参悟吼，咱要来甲观众朋友考试对无？考看即个中文吼，华语圣经是安怎写诶？看有人知影无？要看卖影。要看伊是伫圣经诶倒一个倒一个倒一卷书啦吼，倒一章，因为咱即马是10月初嘛吼，离咱诶即个基督教诶宗教内面有12月有一个叫做圣诞节吼，就是讲着耶稣出世诶代志。咱今日要讲吼，耶稣诶出世伫圣经内面诶参悟，到底是对也是毋对？咱讲即个耶稣圣经内面即个参悟所讲诶即个人。咱敢知影即个？咱我先来读啦吼。比如讲，约法他，你伫犹太遮诶乡社中做弥撒，要有一个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间甲我做掌权诶。伊诶君员对古早对第一头就有吼，第一起头就有。你毋知敢是敢知即段经则是为圣经诶倒打出来？大家要看卖啊，这是旧约哦。啥物人会当查着？来，主持人寄一个礼物互伊。咱即阵线上诶有梅秋吼，阁有美华伫咱诶线上哦。你要看卖啊，要毋对嘛是袂要紧吼。但是我最想要问大家讲，第一起头诶中文，迄个华语是安怎讲诶？咱顶届拢是问讲台语安怎讲对无？即阵咱要倒兵问讲，即个华语安怎讲？第一起头，真趣味哦。有人告诉你知影，即个圣经才是为倒出来吼，就找会着啦吼。因为台语诶语序甲华语诶语序有一寡无啥共款吼。是，所以咱要来偷偷甲大家讲答案对无？即个叫华语叫弥迦书啦吼，台语叫弥迦书吼，这是一个小圣经吼。伊伫即个耶稣未出世之前，就讲到一个人，即个人是伊是上帝诶独生囝，伊要来成做一个弥赛亚吼。咱顶礼拜讲着啥物叫弥赛亚嘛吼，就是讲受抹油诶吼。华语讲受膏者啦吼，受膏者。抹油诶，受膏者。一般吼，即个受膏者，咱顶礼拜讲，受膏者伊有几个身份，伊有可能是君王。有可能是祭司，有可能是先知。当然伫即个宗教礼仪中，抹油不只是这样吼，比如讲我会祝福，还是讲要医病吼，抹油是一个宗教仪式啦吼。但是咱伊讲啥，即个受抹油是讲是一个弥赛亚，弥赛亚。是。因为圣经吼，我头讲讲，即个参悟有价值无，是在于有实现无？有可能我讲到10工后代志，我可能讲到1冬后代志，我嘛讲到100冬后代志，嘛讲500冬后代志，甚至圣经讲吼有讲1000外冬后代志。1000外冬，2000冬。2000冬吼，伊拢指着一个人，即个人敢是圣经讲的迄个人，咱来看吼，伊即个代志后摆有发生无？吼，来看以赛亚书7章14节吼，伊讲遮吼，因为安尼
主本身要互恁一个调头，看有在媳妇要怀孕生囝，甲伊号名叫伊玛内利。即个伫以赛下迄时阵啊，即个先知吼，就伊讲着有一个婴仔，要出世，要正做即个受抹油的，就是即个弥赛亚。咱即个圣诞节吼，定定有听到一个经文嘛，就是即个以赛亚9章6节来讲，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婴仔想使咱，伊要负担不正，伊的名称做奇妙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伫第一辈。和平的人君，咱今日伫圣诞节迄阵有可能去教会啊，咱会听到一句话嘛讲着迄个婴仔，就是讲迄个要出世来做弥赛亚迄个，圣经拢提讲着一个婴仔要讲着即个婴仔是一个无结婚的妇人男，来生的，是，这拢是规清冬的产物对无？对，嘿，拢足久进前讲的，来讲着一个人，但即个人，你捌定应该最近你捌定听着嘛讲什么人伊是弥赛亚，为耶稣出世到即嘛，都一人来讲伊是弥赛亚，即个弥赛亚敢到底是真诶，也是假？要安怎来证明？如果你要安怎来证明？要证明哦，这就是圣经讲诶，就是对诶。是对吼。当然，咱会当伫圣经内面找着足侪诶证据。但是足侪证据一项对，敢一定对？无拄拄吼。有可能我摇嘛，叫我摇着嘛有可能是嘿。两项对，敢一定是对？拄巧合叫我摇着。如果三项对，如果三项对咧，所有代志拢总对时阵，你就知影即个参数是真诶迄就毋是巧合啊，对无？足侪人拢讲这巧合嘿。这巧合咱来看下面一张即个但以理，即个人伊本身嘛是个神经伫9章25节我看即张了，我真正起鸡要背呢。你知为咩起鸡要背？因为咱来讲有可能我讲迄个有可能是摇的嘛，嘛有可能是我后面讲的，但是伫即张内面看到伊的时间拢总对。写甲做清楚。是啥物时阵？啥物时阵要发生？安怎样就安怎样。伊讲则是安尼讲所以你着知着明，对出名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直到受抹油的人君的事，要有7个7日期，搁62个7日期，当伫艰难的时，伊甲基路甲河沟拢要搁起造。即个是咧讲着即摆林老师咧讲着旧约，我看林老师继续来人来讲着遮尾啦伊讲着迄个以色列人去掠去伫巴比伦做奴隶时阵，上尾一届第2乌要互因转去伫耶路撒冷重新起做圣殿，所以伊讲7个7日期就49天，因转去了49天，真正互即个城起开，伊的所有城就是有街路、有城、有沟，拢总起开。了后，倒位伊会开始，倒过62个7日期，拄仔是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但是伊伫这进前讲着一个77个期，拄仔是耶路撒冷倒一届受批的时阵。所以遮所有拢毋是巧合，我想要所用摇的。用后面讲的，拢无可能遮尔巧合。所以伫咱圣经讲是讲即个耶稣，即个弥赛亚，就是即个袂毋着时间上。我想啦咱真系讲有人即个参谋讲2000年地球会毁灭，我讲来讲即个印度神道讲会安怎样会安怎样，是一张为头读册的时阵都一人咧讲着，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咱讲着耶稣当时要来，都一人咧讲，甚至伫美国有啥物达拉斯的啥物参与，有拄大参与，即摆来有即个
印度行动的参与，对，足侪人可拢有参能那时候对早到即摆拢无发生着吼。我毋知影即个参与是对还是毋对啦吼。倒讲咧，参与伊有价值是因为伊即参与受证实。真正有发生。咱伫圣经内面看着嘛，即个爱讲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即弥赛亚，而且时间完全拢巧合啊。是。我当巧合是有可能是用药，但是这完全拢是对当的。嘿，就是算了足准的安尼。非常非常的准吼。上准嘿。咱再来看一节啦吼。撒迦向利亚斯吼高声交代讲，錫安的查某囝着大阵欢喜，耶路撒冷的查某囝着出欢喜的声看，你的王来就近你，伊是公义，佮行拯救温柔，佮骑驴甲驴所生的驴仔囝。咱这愈啊听到愈啊恐怖呢。这伫这个撒迦利亚书迄阵就讲着，也有一个人，这人是耶稣哦，或者是这弥赛亚哦。伊咱伫上看就是讲吼，伫这个因要食这个搬过这暗餐的进前，伊耶稣家也先去装下内面，去伫这个我感觉有看这驴仔咧牵来，咱问讲你要创啥用？伊讲我迄个。我的先生就耶稣要使用伊，就真正一只驴仔甲一只驴仔囝，离几啊千当就讲了一件代志。你看这个真正是假？真诶哦，真正有。所有代志吼，拢是对啊拄啊好哦，对啊拄啊好。连伊要骑啥物拢写好啊。倒只驴仔倒有生只驴仔囝，伊倒有只驴仔囝做牵来哦。嘿对，连驴仔囝拢知，上恐怖诶，骑母皮。去给误会，对，所以呢，你观众朋友敢有互你去给误会诶代志，你会当甲阮讲哦。就是进前其实伫迄启示录嘛讲着足侪参与诶是未来诶代志对无？但是咱拢无啥会了解吼，咱甲知影讲伫即个末世诶时吼，都有足侪病啊，还是讲有足侪诶国要参国相拍对无？震惊，来有啥物足侪代志吼。有大地震，有大地震，我最近吼，出几站嘛，早细汉我看过大地震吼。是，所以即本拢有啊，对无吼？即本全世界真正是有即个足侪代志发生吼。但是咱毋知影讲是倒一档要安那对无？但是有足侪因就讲因是先知，就会讲吼，啥物2025年对无？有人佫讲倒一档会发生啥物代志，咱拢袂使相信诶吼，该咱相信讲圣经讲诶，就是讲即个代志是会发生，但是毋知影是倒一档吼。对吼，你迄个耶稣也先讲嘛，讲伊当时要倒来吼，人无人知。有囝嘛，伊嘛毋知影，只听有一人知影是爸，就是讲上帝知影尔吼。所以咱毋通学袂晓啦吼，因为晓嘛无拄会晓着啦吼。对，但是做基督徒真幸福诶，就是咱知影有一个望对无？对，咱毋免惊遐吼，咱毋免惊遐。对，耶稣一定会搁来吼，来拯救咱吼，所以咱拢真欢喜吼，毋免惊啥物代志发生呢？是咱诶望吼。好，所以真欢喜，今仔日观众朋友甲咱做伙吼，来讲参悟吼，你若佫有啥物好耍诶代志，会当写落来，阮后礼拜会当佫分享你诶代志吼。来，多谢老师，今仔日甲阮讲足侪迄个起价舞会诶代志，所以你若要知影佫较侪诶话，真好耍，你一定要去看圣经哦。好，来，阮6礼拜1 AM，礼拜1 AM 吼，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台南信教会甲泰国天幕基金会联合主持即个节目吼，欢迎你甲阮分享，来多谢伫线上诶美华吼，多谢晚安吼，来是美秋，佫有无写名诶吼，多谢你甲阮支持，多谢老师平安。
下安。次再会。